仲有其他好多火箭隊加埋佢哋其他嘅 Pokemon 嘅。咁啊，我有一張咧就好想要嘅，就係呢個果然翁嘅 AR 啊，因為我覺得好可愛。係啦，應該係啦，1、2、3，哇耶！好嘢，係我想要個果然翁啊，好得意啊！呢個邊係特別閃嘅喎，好似係勁嘢嚟嘅喎，嚟咯我哋嚟咯喎，睇下咩嚟啦！1、2、3。Hello 大家好，我係咪咪，各位又係 Pokemon 卡搶先開嘅時間啦，耶！今次我哋要開邊一彈咧？開得啦，就係呢個火箭隊的榮耀啊！哇，大家見到嘛？係呢個火箭隊做封面，咁當然就係板木老大同埋超夢做主角啦。咁啊就係佢嘅 EX 啦。今次新一彈會出嘅就係咁啊，我相信大家都認識佢噶啦，即係除咗皮卡丘啊、噴火龍啊，咁我相信之後就係到佢噶啦，超夢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今次嘅目標好簡單，就係佢嘅 SAR 係啦，咁啊同埋咧仲有其他好多火箭隊加埋佢哋其他嘅 Pokemon 嘅。咁啊，我有一張咧就好想要嘅，就係呢個果然翁嘅 AR 啊，因為我覺得好可愛。大家如果第一次睇我片嘅朋友咧，主要就係拍一啲好玩啊、好食啊、好去嘅地方，當然仲有我中意嘅嘢，例如呢個 Pokemon 卡啦。咁所以我都會拍一啲 Pokemon 卡嘅開箱嘅。咁所以大家如果中意呢啲內容嘅咧，就記得訂閱啦。訂閱咗未？好，訂閱咗，咁我哋唔好講咁多啦，即刻開箱啦 ！Go go go！ 好嚟啦，開始啦！我最中意嘅，咔啦咔啦咔啦！然之後有埋個御守啊，日抽入魂，超音速，火字雞，勇羊 ，OK， 黑雷姆，哇！火箭隊的超級球。OK， 嗱你會見到咧，就係好多都係火箭隊嘅主題啊，即係啲超級球啊，咁啊火箭隊嘅 Pokemon 啊，有一張 AR 啊，係咩嚟咧？應該係咪1、2、3？哦，唔係，係急凍了，火箭隊的急凍了，呢張好似都有啲用。哦，有個閃閃邊銀邊嚟嘅啫。班基拉斯啊，哇幾型喎 ！OK， 嗱呢個就係板木老大，就係佢就係大佬啦。大黃燕蘑菇，嗱今次呢個真係 AR 啦啩，咁樣嘅邊係嘛？有啲背景嚟啦，我哋1、2、3，哇係火箭隊嘅黑暗啊！喺個高樓大廈入邊啊，有啲夜景咁樣，都幾靚。哇，有埋另一張普通版嘅，哇，都爭幾遠。火箭隊能量，哇，好似好勁咁喎。呢個邊係特別閃嘅喎，好似係勁嘢嚟嘅喎，嚟咯我哋嚟咯，睇下咩嚟啦！1、2、3，哇，係火箭隊嘅叉字福 EX 嘅 SR 啊，亂咬。OK， 呢隻其實叉字福咧，啲人話幾勁啊，所以都 OK 嘅，我滿意嘅呢張叉字福 EX， 但係當然希望係可以之後爆一爆倍添啦。進化嘅時候咧可以使用一次嘅，喺對手兩隻寶可夢身上各放置2個傷害指示物。OK， 火箭隊有 feel 嘅呢張我都中意。對手。呢個係 EX 邊啊，好似係1、2、3。哇！火箭隊的火焰鳥 EX 啊。OK。第二張 AR 呢張係嘛？個彩色邊字係1、2、3。唔係睇錯 ，sorry。
喂，嗱呢張監視塔聽講係幾勁嘅，雙方場上所有嘅巫屬寶可夢嘅特性全部消除啊！對依家嘅貓頭夜鷹啊係有啲效果㗎。第二張 EX 係咪？1、2、3，雷吉洛克 EX， 咦？點解突然間會有一隻神獸嘅 ？OK， 喂，超夢 EX 喺邊啊？俾大家睇下你都好喎。話晒你都主角喎呢盒阿波羅。喂，嗱呢張係 AR 啦，紅色嘅邊邊，睇下咩嚟先？1、2、3，哇，幾型喎呢張火箭隊的克魯加。哇，呢個構圖好有型喎，惡之火種。OK。嗱呢個係 EX 邊啦，會係咩咧？1、2、3，哇！火箭隊的尼多王 EX，OK。咪咪 Q 都好可愛，迷 Q 扮晶晶酒，哇幾勁喎！可以抄對方一招嘅太晶寶可夢嘅招式用，哇係犀利喎！應該仲有一張 AR 嘅噃，嚟啦，係咪就係呢張啊？係啦，應該係啦，1、2、3，哇耶！好嘢，係我想要個果然用啊，好得意啊，見唔見到啊？超得意呢一張，有啲嗱嚟個流拉喺側邊啦，跟住喺度食緊零食咁樣，超得意呢一隻。好啦，只要中埋爆配，我就預言達成啦。OK， 起碼有張 EX 先，超夢嘅 EX。主角係咁意都要出嚟見一見人嘅，係咪？力量抑制者啊，要4張寶可夢火箭隊嘅寶可夢喺場上面咧，佢先可以用招式。OK， 基礎有280都幾勁，嗱我未完㗎，我仲有㗎，我仲有爆配嘅機會啊！銀邊嚟嘅啫係嘛 ？OK， 粗冚珠，火焰雞，最後一包啦，嚟啦，我哋睇下有啲咩啦。喂，好似好厚身喎，好似有好嘢喎。係啦，好嘢就係喺呢度後邊啦。Sorry， 幻覺，冇爆配喎。喂，好啦，嗱，咁今次嘅成績咧就係咁樣啦，大家又覺得點樣咧？我自己咧就覺得，以呢個稀有度嚟講咧，係可以好啲嘅。但係如果喺我中意嘅程度嚟講咧，係非常之好，因為有我一開頭講嘅果然用啦，超得意，跟住咧同埋仲有一張係叉字福啊，最緊要係咩啊？佢後邊咧係一個女嘅火箭隊隊員嚟嘅。淨係呢一個已經夠啦，係啊，女嘅火箭隊隊員加叉字福，仲要咧你嘅環境咧係將會用得着嘅，咁所以就非常之好。如果有埋超夢 EX 嘅爆配咁啊完美啦，不過點會咁完美啊？大家如果見到咁樣鬧爆我都似啦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咁所以咧今次呢個火箭隊的榮耀嘅開箱咧就差唔多啦，咁啊唔知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又開咗未咧？如果開咗咧，不妨喺留言話我聽你開到啲咩啊，好唔好？咁啊就係咁樣啦，睇嚟咧我嚟緊都要考慮下一齊爆下日文版先得。好啦，咁啊呢條片咧去到呢度啦，咁啊嚟緊咧有啲咩關於 Pokemon 嘅片咧，我都會拍俾大家睇嘅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呢條片去到度，中意嘅朋友咧記得要 like 啦、訂閱啦、留言啦，仲分享呢條片，like 埋 Facebook、IG。
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